今天都看彼此。今天很多眼睛盯着我们看，所以不要乱看。你说台湾的眼睛，台湾的没把揪。他们也要脱吧？你们说对不对？阿芳封奶很久，导演一直不剪。你不能给我们框架，我等一下就要这样。这戏里面就要这样我等一下戏剧不一样。希望大家看了就是可以觉得回到自己青春的年少时候，好不好？今天这画面好养眼啊！波波你就不要站起来了，波波就不要站了。你们可以拖的拖，有身材就拖。好瘦啊！对啊，我真的不急。你别他不要拖好了。有人可以拖啦，你装什么？你可以拖啦，里面只有你最能拖，你还要怎么样？你都不能拖，让我不知道要去跳还是死。对啊，我连这次都没有，你要怎么样？Baby 至少拖一下吧。看一下啦，不买都不要啦。看一下啦，帮你鉴定一下。不行。观众就等这一刻，这样真的有可能下一集没有你。对哦，你可能5集就没有你，隔音夜市已经没有你。然后抓妮娜也没有你哦。你看，你看，哦，是不是要拖一下？青春洋是20年前的事，20年后只会青春。够了哦。那些电影里面呢，用水泼得很开心，那种都是在骗人的，因为眼睛根本就张不开。我起码打仗还比较强。那你干嘛背我？他们就说这是要背啊。我被束缚住了。出土的手了。破土而出。这时候请帮大家燃烧把火鸟给我吃。像我俩帮客小白布都出来啊！哇，哎！付费解锁更多帮歌。夜市帮要好不好？请大家一定要多多收花节税。行了。是的。人生海海，心情啥人知？爱情哪会无伤害？一个人转动无情的世界，就算艰苦嘛会忍着目屎。有缘一世人会甲你熟识。你上了解阮的心内，无靠过哪会知，寂寞的悲哀，加在嘛有你来听阮感慨。好酒咱来饮落去，你无客甲我甲你，认真打拼拢会有出头天。好在今夜有好酒，有好兄弟。
好幸福哦。